有時咧，我真係諗唔明啊！坦洲有咁多個樓盤，但係咧咁多人咧，偏偏要嚟到最偏嘅地方要買樓。呢度咧亦都係坦洲最北邊噶啦，對面咧呢啲山睇到未啊？呢度咧就係三鄉嘅五指山啊，同三鄉咧講真，亦都係相差嘅距離唔係好遠嘅啫。錦繡國際花城佢嘅位置啦，確實係比較偏，但係咧佢嘅入住率都可以睇到啊！全部都係掛滿晒衫噶啦。咁今日咧就從佢嘅位置啦、交通啦，同埋佢嘅樓下生活配套，包括周邊嘅環境，仲有佢嘅戶型同埋佢嘅價錢，適合咩人群喺呢度居住呢？咁今日咧就嚟現場呢度做一個全方位嘅測評啦。咁另外咧我都準備咗一份詳細嘅樓盤資料啦，同埋一個測評攻略嘅，包括開發商嘅底價嘅。咁需要嘅朋友咧留言花城2個字咧，我免費發送俾你哋去參考下。咁首先嚟講下啦，錦繡國際花城咧，佢係位於坦洲環洲北路啊。咁樓盤咧亦都係從2012年開始交樓嘅，咁啊分5期開發啦。咁開發到依家咧，足足都有成14年嘅時間啦。咁啊，成個樓盤咧，佢係佔地超1000畝啦。咁可以睇到我身後呢個湖景咧，佔地咧都有300畝啊。咁換言之咧，成個樓盤咧，佢係用咗3成嘅地咧，係用嚟建呢個人工湖嘅呢個公園嘅。咁雖然話佢位置咧就離珠海係有啲距離啊，但係咧佢開通咗坦洲大道啊，同埋隔離咧就係坦洲快線啦。咁啊，佢個交通出行咧亦都非常方便啦。咁我頭先導航稍微睇咗下啦，如果按照依家朝頭早10點半左右啦，去到拱北口岸咧，亦都係20幾分鐘嘅時間。咁啊，去到山姆會員店咧，亦都係10零20分鐘嘅。錦繡國際花城咧，佢呢個樓盤亦都係成個坦洲啊規模最大一個樓盤啦。呢個位置咧都離珠海咧確實係有啲距離嘅。咁但係咧，因為佢樓盤佢係足夠大啊，就形成咗一種係自給自足嘅呢種配套嘅，形成自己嘅一個生活圈啦。咁所以咧，佢本身樓盤咧就配套有小學啊，同埋幼兒園啊。包括咧隔離又有中學，坦洲醫院咧亦都係比較近嘅。包括咧佢樓下嘅餐飲店啊、超市啊，包括公交總站咧，亦都喺度嘅。等間咧，我哋去實地走訪下，到底佢出邊嘅環境咧，到底係點？咁依家通過鏡頭咧可以睇到啦，成個小區咧佢係環湖而建嘅。咁從2012年開始開發啦，身後呢度咧，我左手邊呢度咧就係佢嘅1期啦。咁1期交樓嘅話咧，佢都有成14年嘅時間啊。咁如果你喺坦洲生活過嘅朋友咧，其實都知噶啦。坦洲呢啲公園嘅設施咧，確實係比較少嘅。咁啊，呢個咧亦都係成個樓盤咧，乃至係成個坦洲咧，可以講係最大一個公園啦，環湖而建嘅。平時咧亦都有比較多人喺度釣魚啦。我覺得呢個樓盤咧係適合一啲啊，即係對生活環境有啲要求，或者係咧佢本身就唔係話好趕時間，加上咧佢可以接受到呢個位置，同埋中意呢啲環境嘅朋友咧，咁揀呢個樓盤咧應該係冇乜問題嘅。錦繡國際花城咧，依家就賣緊呢個5期嘅最新單位啦。咁5期嘅佢嘅賣點咧，亦都係坦洲第一個新規佈建嘅住宅。換句話嚟講咧，亦即係你買100平方咁計啦，佢個套內咧亦都係俾到100平方你去用嘅。咁啊，依家在售嘅5期咧，佢面積段咧係有88平方嘅4房啦，110平方、126平方同埋138平方嘅。全部都係4房單位為主啦。咁點解佢要做4房呢？因為佢係新規佈建啊。咁每一個單位咧，佢都有贈送嘅一間房間啦，同埋衣帽間都係一個標配嚟嘅。咁所以咧，新規佈建嘅好處咧，亦即係你買幾多咧，你就可以使用幾多啦。咁佢嘅戶型佈局咧，基本上都係以呢啲2梯4戶嘅為主啦。咁目前啊，錦繡國際花城咧在售咧係佢嘅5期啦，亦即係依家前面吊機呢個位置啊。佢有個好處係點咧？佢每一棟樓咧都係以呢啲單棟樓為主嘅。咁單棟樓咧有個好處咧，即係佢每一戶嘅採光啊同埋通風咧，佢都係唔受影響嘅。因為如果係按照翻佢呢啲聯排樓中間戶嘅話咧，佢個採光同埋通風咧係會有一定影響嘅。咁啊，單棟樓嘅好處咧，佢嘅採光啊同埋通風啊都會比聯排樓咧要好好多嘅。咁我覺得有一點唔好嘅咧，就係佢個交樓時間確實係比較耐。咁依家賣緊嘅5期咧，最早交樓咧係要去到2027年嘅年底。咁依家主推嘅呢個4棟同埋6棟咧，佢個交樓時間咧，梗係去到2028年嘅年底啊。咁啊，如果等2年幾嘅時間，你又會唔會考慮咧？咁但係咧，佢依家可以做一個低首期嘅門檻係點咧？首期5到8萬蚊就無需分期噶啦，剩低可以直接月供嘅。咁88平方佢嘅總價最低嘅話咧，亦都係90零萬咧，你就可以入手噶啦。咁國際花城咧，我之前都有成交過啦，最早入住嘅業主咧，住咗都有成4、5年嘅時間啦。咁之前咧，我都有問過佢對呢個樓盤佢係點樣嘅睇法啦。咁有3點咧，我覺得有必要同你哋交代一下嘅。咁第一點咧，亦即係佢所反映嘅。如果你係想近翻珠海或者係近翻拱北，翻工嘅時間段或者收工嘅時間段咧，呢度去珠海啊同埋去拱北咧，確實係需要啲時間嘅。咁
咁但係咧，如果你係攞嚟生活啊同埋度假退休嚟講嘅話咧，呢個樓盤係比較合適，因為坦洲咧係冇咩呢啲大型嘅公園啊，即係咁大型嘅樓盤咧可以俾到咁多活動空間俾佢嘅。咁第二個咧，亦即係佢嘅樓下生活嘅商鋪咧係比較多，但係咧佢係缺少一啲大型嘅 shopping mall 嘅。咁如果你要去到山寶會員店啊，或者係坦洲嘅優越城咧，其實都要揸車10零20分鐘嘅時間啦。咁呢個係第二個缺點。第三個缺點咧，其實就係好明顯嘅，因為呢個樓盤咧佢本身體量係比較大，亦都係頭先講到啦，成個坦洲最大個樓盤啦。咁所以咧佢嘅物業啊，有時跟進管理嗰方面咧，可能唔係好到位，咁呢個咧確實係一個需要提升嘅一個點嘅。咁如果話你可以接受以上呢3個缺點嘅話咧，成個樓盤佢依家最低嘅總價咧，其實都係90零萬起步嘅啫。呢個樓盤相對嚟講居住嘅環境咧，亦都係坦洲嚟講係數一數二嘅。咁依家我哋再去睇下佢嘅周邊環境同埋佢嘅樓下嘅商鋪，到底可唔可以滿足到大家嘅日常需求咧？我哋去現場了解下。咁依家咧，我哋就嚟到國際花城嘅樓下咧，可以睇到呢度咧就係佢嘅公交站啦。咁啊，997啊，同埋993、992咧，都有去到吉大同埋香洲啊，同埋佢仲有坦洲快線咧，都可以去到直達到拱北關口嘅呢個城軌站嘅。咁啊，城軌站一落去咧就係拱北關口同埋青茂關口啦。呢個總站咧係直達嘅，所以咧就唔使話擔心冇座位呢個問題啊。咁另外咧，坦洲國際花城咧，佢仲有翻香港嘅專線巴士嘅。咁啊喺屋企門口咧就可以直達翻太子、荃灣同埋尖沙咀啦。咁啊每日咧都有呢個班次係可以直達嘅。咁喺港珠澳大橋咧過咗關之後咧，繼續上翻車咧就個零鐘嘅時間咧就可以翻到香港噶啦。咁樓下嘅商鋪咧亦都可以睇到啦，包括佢嘅前大媽啊，包括佢嘅紅萬街嘅超市啊、茶餐廳啊、髮廊啊、藥店啊，呢啲基本上咧亦都係可以滿足到日常嘅生活要求噶啦。咁再往前咧，佢就係呢個坦洲市場啦。呢度嘅肉類啊同埋菜類，包括佢嘅海鮮咧，仲會更加多嘅。揸車過去咧，亦都係5分鐘。咁前面通咗呢條寶珠北路嘅話咧，亦都係拉近咗呢啲整體一個生活圈嘅。咁坦洲國際花城佢點解可以入住率咁高咧？嗱，依家我哋正前方咧，呢度就係4期啦，入住咧基本上亦都係3年幾嘅時間啦。入住率咧基本上係去到90%噶啦。咁啊，因為呢度咧就生活嘅配套啦，包括佢嘅學校啊、幼兒園、小學同埋初中咧都喺附近啊，基本上咧都係一落樓就可以翻學噶啦。咁另外咧，佢嘅生活配套咧亦都係自給自足嘅。最緊要咧係佢嘅上車門檻咧就唔係好高，咁啊幾萬蚊嘅首期，月供咧都係3幾千蚊就可以成為呢度嘅業主啦。咁睇完呢期視頻，你哋又會唔會揀呢個樓盤作為你哋生活度假嘅一個選擇呢？咁 OK， 最後咧我係準備咗錦繡國際花城佢樓盤嘅詳細資料啦，包括佢嘅優點同埋缺點測評同埋不利因素，開發商佢嘅底價嘅。咁啊，需要嘅朋友咧可以留言花城呢2個字咧，我免費發送俾你哋。咁啊 OK， 今期測評視頻咧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